大家好，我是 Crystal， 我是摩羯座，身高155公分，体重秘密。好，兴趣呢就是唱歌、讲笑话。然后我的工作其实主要是做男生的穿搭。那每个礼拜五的晚上9点，我在 Now News 等你。你们知道搭船的时候，先上船的人要说什么吗？Online， 因为《仙境传说》Online。你知道《哈利波特》里面哪一个角色最有自己的想法？哈利波特里面哪个角色最有想法？妙丽吗？伏地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当兵会站敬礼，教我们说是，然后谢谢都要敬礼。那我们以前听到敬礼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，然后班长说：“你们当死人呐！敬礼，手举起来，不朋友是。”然后离开，谢谢班长，又给我来，手举起来，不朋友是。面、炸酱、巧克力3位一体，好，我们一定要通通做到。